歡迎大家睇呢個東岸生活誌。咁我而家咧喺加拿大嘅東岸嚇。咁無論你而家喺香港或者定居喺遠遠嘅海外，咁我呢一個片咧都係為你而講嘅嚇。咁大埔嘅火災之後，好多嘅心都係傷咗嚇。我哋帶住呢一個咁悲傷，帶住可以話憤怒，帶住困惑，仲有一種講唔出口嘅沉重嘅心靈嚇。咁諗下喺聖經傳道書話，生命咧係虛空嘅，好似霧咁，但係咧係好脆弱嘅嚇。人唔知道自己嘅定期呢個悲劇忽然臨到嘅時候咧，我哋係感到完全嘅冇用冇力。你嘅悲傷上天係睇到，你嘅憤怒上天係聽到，你嘅麻木上天係明白嘅嚇。傳道書咧提醒咗我哋，你唔知道呢個神嘅作為嘅啫嚇。呢一句咁嘅説話唔係話係拒絕咗你，但係咧係可以講係一個安慰嚇。咁回想到而家係12月諗下聖誕嚇。第一個嘅聖誕唔係歡樂開始嘅時候，呢一個係喺一個好黑暗嘅裏邊，係受呢個迫壓，係驚惶，係貧乏嘅開始喺咁嘅時候，如果你覺得呢一個聖誕係好沉重，你其實比你想象中係更加接近聖誕嘅核心傳道書話，哭有時，笑有時，兩樣嘢都可以同一時間同一個心裏邊出現嘅嚇。咁我哋點樣係要過而家嚟緊呢個嘅聖誕節呢？第一，我哋要真誠嘅面對所發生呢一件事，留一啲空間俾我哋有哀傷嘅時候，我哋亦都要接受安靜裏邊嘅喜樂。我哋要有盼望，將呢一啲咁嘅悲傷嘅事化為我哋愛心愛其他人嘅基礎。如果你心裏邊係真係有喺呢個聖誕嘅時候係有喜樂嘅話，你嘅喜樂唔係背叛咗呢一件咁悲傷嘅時刻。如果你係覺得呢一個嘅悲傷係你軟弱嘅話，唔係呢一個你嘅悲傷唔係軟弱。兩樣嘢，喜樂同埋悲傷都可以同時嘅存在。要記得一樣嘢，我哋要有光，作光嘅時候可以照亮呢一個咁黑暗嘅日子。呢一個冬天黑暗嘅日子就係聖誕節。